来消息来看，17暗7点外有一台公车驶经过新北市的十指，因为去拄到粪扫车停伫路边在载粪扫哦，有民众就看到讲这台公车就直接驶颠倒向超车，嘛向警方检举。也毋过警方认为讲这个驾驶并无正向，是以违规超车来处罚，上最是罚2400块。公车业者嘛表示讲，嘛会来处罚这个驾驶。粪扫车伫咧路边清运，暗时路人车是袂少，真侪车拢塌伫咧后壁。远远看去有一只公车，哪像是外国等，直接驶去对向的车道。看到轿车面对面安尼驶过来，公车是赶紧拍警示灯，向进无步退无路，车顶还佫有载乘客。路人有驾驶看到连续2架公车违规，所以提出检举。现场它其实是一个双向非双向禁制线所以它是属于可超车的路段。那依照我们道交条例第47条规定，超车时应该只能超越1台，而非连续超越2辆以上的超车。危险的场面发生伫咧17暗时7点外，公车驶新北市汐止，驶到忠孝东路的时阵，要驶去对向去。不过警方表示，这个行为并无逆向，敢若是违规超车，会依法罚上当2400。因那公车业者嘛会做内部的处分。我们会加强管束他，然后也会来惩处这样。除了依公车服务品质评鉴进行扣分，也依公路法进行裁罚。后续请公车业者针对驾驶的安全教育训练进行加强。不过交通的乱象百种，亲像新北市逆向违规的情形，到今年5月份为止，都有68000外件。警方嘛强调讲，就算不是去由警方查落来，或者是民众检举。检查相关的画面，经过调查了后，认定有危险驾驶等的情形，也是会当主动开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